国家人权博物馆有一个人权绘本计划，但年拢会透过工作坊，带学员了解白色恐怖的历史来创作绘本。这几年开始有民间出版社出版这的作品，不过出版社也发现讲，因为这人权议题较沉重，民众接受程度无遐悬。虽然是讲这起草无介好，不过因是坚持做应该爱做的代志。黑暗色水的图，一句无人发现，且是虾米时阵经过的做故事的起头，描写台湾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伫半暝会雄雄互人掠走。这本绘本发现是国家人权博物馆第3届人权教育绘本评选计划的首奖作品。去年由民间出版社出版，拜时伫台北国际册店办人权绘本读册会。受难者前辈有说，就是随着时间，他的可能周遭的朋友慢慢凋零，然后知道这段历史的真相的人也越来越少了。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应该要让我们发现才对。是大家看完这本书之后，可能会想要了解里面的一些符号，然后可能会更进一步去探讨。作者单位间希望这本绘本会当真侪囡仔了解戒严时期的开始，然后偷偷去接触研究更较深的人权议题。只是讲戒严人权这款议题，因为较沉重，要引起囡仔的兴趣，转换做囡仔看有的绘本，真正无简单。出版社也坦白讲，起草确实无啥好。读者还需要时间，当然，我想在目前有资源的情况之下，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，保留这些相关的议题来做准备，日后的研究者或者是相关关注者，其实都还有机会是可以继续深入或了解这些创作这样子。那这些故事也是需要大家持续去关注的。人权馆的人权绘本计划，逐年拢会选出几本出调的作品，参出版社直接出版。除了去年出版的发现，今年也有出版2本人权议题的绘本。虽然目前市场反应无介好，但是因讲因会继续透过各种管道做应该做的代志，让民众去关心人权议题甲台湾过去重要的历史。记者郭文林、玉凯台北报道。